山下智久由台北行程全公開，打卡陽明山夜景戀告白，網友暴動朝聖。日本人氣男星山下智久近日低調造訪台北，與華語樂壇天王周杰倫多次私下同框。昨23日，他突然驚喜曬出陽明山的夜景，還用英文告白台北，發文一出引來大批網友暴動朝聖。山下智久昨天深夜在 Threads 曝光近況，並在發文中以英文寫道 I love this place 井號 Taipei， 還配上陽明山的夜景照。照片中，他站在燈光柔和的戶外餐廳，畫面溫馨浪漫。發文一出，引來大批網友朝聖按讚，網友們紛紛興奮留言：台灣歡迎你，陽明山下智久本人，請多來台灣玩。山下智久本月18日才在 Instagram 曬出與周杰倫在台灣的合照，當時虛聲文編輯恰好在永康街逛街巧遇兩位男神，發現周杰倫、山下智久和兩位友人滑滑板車暢行永康街，進入咖啡廳後約莫20分鐘後才離開。此外，兩人20日又再次分享私人行程，大方曬出在台北東區街頭的合影。照片中發現他們造訪周杰倫的服裝品牌店，還在台北東區逛街，並前往附近的日式料理店用餐。有趣的是，周杰倫這幾日還在 IG 上幫忙宣傳山下智久的小紅書帳號@tomo.y9， 山下智久 IG 帳號也開了小紅書，記得去支持一下。山下智久更轉發並感謝周董照顧，開心表示永遠不會忘記這趟旅程。